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剧版第1季当中，对于爱情的描绘并不多。作为主角的徐凤年和江妮，此时的感情还在萌芽，所以感觉不到有多甜蜜。反倒是剧中1、2句提起的感情，让不少粉丝都感到甜蜜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《悍刀行》电视剧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情。第一对，徐骁和吴素。首先就是徐凤年的爹娘了。当年吴素作为吴家剑种的剑冠100年来最有希望进入陆地剑仙境界的高手，在当时江湖也是个无敌的存在呀。吴家剑种有个规矩，每一位剑冠都要有一场江湖行。吴素就喜欢女扮男装，仗剑行走江湖，潇洒帅气的模样让轩辕清风的娘亲一见误终生。这样一位天人之姿的女子，和当时还是小兵痞的徐骁相遇，两人之间差距巨大，本不会有什么故事发生。但是厚脸皮的徐骁对吴素一见钟情，上来就和吴素表白，说出了那句你想要天下和江湖，我都可以给你，我只要你给我生个儿子。初次见面就说出生儿子这样的话语，让一身敌仙人气质的吴素瞠目结舌呀，暴打了徐骁一顿。但随着接触的时间一长，吴素竟真的喜欢上了徐骁。这家伙看起来5大3粗，但做事却极为心细，还会亲自给吴素穿上他绣的布鞋。正是这种铁汉柔情打动了吴素，让吴素不惜和吴家剑种决裂，也要跟着徐骁一起走。后来徐骁的军队越来越壮大，他竟真的实现了当年为吴素打下江湖和天下的誓言，成为了整个天下让人闻风丧胆的存在，拥有和黎阳平分天下的实力。但为了中原的百姓，徐骁听从了吴素的建议，封王北凉，在北凉王府建立起自己的家。吴素也是真的给徐骁生下了儿子，还是俩。徐骁这一辈子只爱吴素一个人，即便是吴素死后也没有纳妾，这一点徐凤年是没有办法和他爹比的。剧版《雪中悍刀行》中对于感情的描写并不多，不过也有几段让人意难平的感情，我们就来看看是哪几段呢？第二个，李淳罡和绿袍儿。剧中对于李淳罡和绿袍儿的感情虽然只有1、2个镜头，但是在李淳罡的回忆中，我们也能知晓个大概。在李淳罡无敌的那个江湖，青山仗剑的他迷倒了一大片年轻姑娘，绿袍儿就是其中之一。把李淳罡当作目标的他，硬生生将自己也修炼成了4大宗师之一。只可惜他是李淳罡仇人之女。当年他的父亲就死在了李淳罡的手上，再加上李淳罡当时心中只有手中的那把剑，无心感情上的事儿，所以迟迟没能对绿袍儿做出回应。直到李淳罡的木马牛被王仙芝折断后，为了让李淳罡重新振作起来的绿袍儿找到李淳罡比试，爱而不得的他撞上了李淳罡的剑，被李淳罡给失手杀死。这一剑让李淳罡懊悔不已，为了救绿袍儿，李淳罡背着他去龙虎山求救，结果还没求到药，绿袍儿就死了。在和齐玄真的论道之战中，李淳罡败了，双重打击下，他的境界一泻千里，跌落到了指玄境。与随邪谷互换了一臂后，心结难解的他去到北凉王府，在天朝阁当中画地为牢20年，只为寻求内心的平静。直到徐凤年第2次游历江湖，才被徐骁给请了出来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再加上龙虎山的李淳罡感触颇深，看着徐凤年和轩辕清风，他突然顿悟了，解开了心结，境界重回陆地神仙。当年的李淳罡太过于年轻气盛，如果给他重选一次的机会，他是否会放下一切执念和绿袍儿在一起呢？《雪中悍刀行》作为一部江湖武侠剧，第1季时对于爱情的描写并不多，男女主角也并没有多少感情上的描写，不过也有几段爱情让不少观众感觉到甜蜜又虐心。我们来看看是哪几段。第3个，洪喜相和徐之虎。洪喜相是吕祖吕洞玄的转世，作为雪中战力天花板，1000年来最无敌的人物。吕洞玄也有自己的遗憾，那就是没能和心爱的红衣女子在一起。为了等到红衣，吕洞玄自散修为，不断转世，终于在洪喜相这一世，他等到了红衣徐之虎。在武当山第1次见到他时，洪喜相就爱上了他，命中注定的爱情就这样萌芽了。徐之虎问洪喜相敢不敢娶她，当时立下誓言不成为天下第一不下山的洪喜相脸红着沉默。这天之后，徐之虎为了徐家远嫁江南，嫁到卢家后，因为丈夫早逝，她被外人讽刺克夫，在卢家的日子并不好过，没少受委屈，但为了徐家，她忍了下来。多年的苦苦支撑让她的身体透支了。徐凤年来到江南时，徐之虎已经病入膏肓，赵皇朝派袁庭山刺杀徐之虎。洪喜相在感应到了徐之虎陷入危险后，终于觉醒了前世的记忆，成为了天下第一。原著当中的他骑鹤下江南，救下了徐之虎，而后带着他游历诸国，在他将死之时，以冰解为代价，送徐之虎飞升进入仙界。剧版对此剧情做出了更改，洪喜相虽然觉醒，但并未下山，或许他们之间的结局会变也说不定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！